呀，人啊乖吼，今暗吼加一困哈，暗通下只啊，撞到规个面呢，哈？哎呦！哦，哎哎，哈哈哈！玉佩，玉佩无去，哎呀，玉哥迄个伤心的玉佩无去，我去，我去，你干什么？玉哥迄个伤心的玉佩无去，你知无？玉佩，因为你个血，你敢是我伫身躯？本来是啊，啊不过一到台湾来，伊嫌应酬伤济，就安尼赶起赶落放无去，毋才会惊你我遐，结果咧，叫我跑无去。因为迄个玉佩，伊一定足伤心的。你这无路用人，如果就是因为你这种无路用的嗜好才出代志的，知无？我才想到，就是青王，哪会有准你这种台湾查某人入宫呢？你讲，无我照顾囡的，迄是我的唔对。你骂我一个就好，你若着骂所有的台湾人呢？我就是要骂伊，尤其是迄廖天顶，我才来台湾无偌久尔，伊就好歹讲，我拖一头福过，而且对你就做，伊个人头我若斩袂着，我都不爱做人。是。讲到这只猪母，我跟你讲，哼，足坏事。哦，这猪母，你海个会寒死哦。你是困到第几天啊啦？起床起来啦！免咧，我讲有较惊咧，较破坏。喂，日头拍卡床啊，好起来啦！阮大去外口无用钱困啊啦，我要出送肉粽啊，好转去啊啦！退下，叫你退下，你就退下。叫恁爸退下。去食你赶庙讲啊，好，你去讲。気持ちいいね。我就真不爱想，哼！啊，早顿准备好啊未？早顿，我问你煮好食的早顿，起来就算啦。哎，起来好转去啊！早顿哦，我巴肚就要呢。
喂，你这查囡仔哪安尼哈？看到物件就摕食，都无讲安怎？我捡物件，从来无需要甲任何人报告啊。哇，讲到你这查某囡仔吼，早早困，晚晚起来，食饱困，困饱食。若娶到你吼，真正有够衰啊！衰3代吼，无烘炉，7代无地果。我警告你，不得无礼！你搁这尔粗鲁，我是要生气啊！我恰恰你咧生气咧，哼，拍人搁喝酒人，一个巴掌一身一个啊！应该是。七彩糕仔丁店啦，你是无洗面看无清楚着？我哪会做回家来？这个问你家己啊啦，我甲你啰嗦啦。巴掌一粒1仙，摕来啦，若我摕来吼，吐出来啦。我先规定，从来唔免赚钱的。喂，看你都水水啊，你真正是贫惰搁咸妖鬼呢！你想要是才白食白啉？阿琴啊，阿琴，阿琴啊！哎呦，这个最红的哦，乖乖哦，来较等你啦吼，乖哦。小小哈，你看啦，真个安尼。哎呦，啊那整个遮大雷啦！就，去有网啊tìm着啦。哎呦，恁安尼袂用钱啦，暗时爱挂网打，有的网啊真大，红的啊皮肤搁遮尔啊油，若是去互tìm着，真有可能去得着大人病呢。有影。恁若是无网打，暗时爱准备自己开信，安尼一直下，我的女母就是安尼甲我下到汉。啊，伊伫下咯。啊，变哪有可能啦？我甲阮大两个查甫人困到敢若死个，我讲到天光，就是咧挂链啊，讲偌大啦。哦，乖啊，不可啊，别搞啊！佮有影真正拢无哭了吼。你看，若是无搞，哎呦，搁伫咧笑呢。啊，嘿，啊，你佮搞摇囡仔了吼。啊，对啦，你头拄仔吼讲啥物内母啊？啊，阮大个吼，当拄仔欠一个内母啦，你会当做阮阿一个内母啦，哈。叫我做女母，用。我袂用的啦。啊，啥物你袂用的？我帮你1仙摕来啊！我啥？我互你做内母吼，算看你会起啊呢，对无啊？你即摆会当吼趁钱来拄我的潲啊，互你踮遮食，互你踮遮住，啊，我也袂甲你赶，这两全其美，无你是要倒找啦？安尼，我欠你1仙钱，要做几工的女母1仙哦，再搁讲啦，迄时间若到吼，我甲通知你啦，哈。哦。我就一个食米毋知影米价。林家，有迄个消息无？报了，不是你害的，佮敢问我？要局一个负责事效的，伊在将每一个事情每分钟都守在身边，你哪会离开伊的？你若无离开伊，伊就无离开你，知无？林家，真是的啦，是我唔好，后摆袂安尼啊啦。后摆，伊每一届若救袂转来，都无后摆啊！就算我即刻原谅你，青龙，伊嘛袂原谅你啦。玉哥，伊无可能对你小心的，一定是迄暗来我将迄个玉兰花去夹走去。伊要去互人劫走，你要做？天公伯啊，你着保庇伊妹平安无代志。你搁甲我找，每一条街，每一间厝，拢我详细甲我找出来。啊，找无伊个人哦，你就慢做个计划。嗨。你看哈，这爽快无？啊？哎呀，在吗事？拍手。
现在好，现在。我这个噪音啊，透早就咱俩身躯啦。你看到人家身躯啊，安尼你会生目针？你敢较点嘞？我毋是甲你交代过，莫等你死啊，随叫伊转去。好，大爱，我甲伊讲好啊啦，自即马开始哦，伊就做阿仁的义母啦。你免烦恼咱两个吼，把阿仁饲甲消散了吧。你安尼大主大意就做这款决定，你敢有问过我？你小甲懵懂啊你！想讲你甲我学了，你哪阿妈？哎呦，你这个查某囡仔吼，是为迄日本英文出来，伊身世背景咱拢无清楚，留伊带一暝哦，就真挑衅啊！什么你即摆长期要叫伊做领舞哦？你是差甲歹伊哦？哎呦，我若无想到，我有够十头的，我真免啦，歹势甲赶走。我变哪知啦？你去讲啊！你去甲讲啊。你こんにちは。哦，こんにちは。すみません。二哥，我穿你的衫。啊，你若穿我的衫，啊，你毋穿阮大个。好啊好啊，这位姑娘，真歹势啦！这间店吼，敢若我甲美君两个查甫人住遮尔，你这查某囡仔吼住遮无方便啦，吼，囡仔幸运啦，你紧走啦。无喏，我叫做阿梅啦，我伫日本行馆做内将啦。最近哦，行馆来一个新的主管，足歹，常常甲我苦斗，我是忍受袂了，才逃走出来。苦到逃走出来。真歹势啦，我都毋知影吼，你有遮尔凄惨的作为啦。我即马也无所在通好去，毋过我答应你，等我甲欠米几的钱还清了后，我就离开。什么啊？你欠美姑钱哦，美姑啊？毋是大，这种代志吼，我来处理就好啦。其实我是看伊吼走投无路，无所在去，我毋敢想讲甲收留者。大，咱安尼做吼，算讲是做善事呢。啊，佮话你来看，阿仁吼，甲伊偌有缘呢，伊安尼抱咧抱咧吼，哈咧哈咧，阿仁拢袂哭呢。你赶紧嘞，阮体型啊大个吼，多谢者，要收留你啊。叫我甲你说多谢。安怎？你毋情愿咯？我从来毋捌甲人说过多谢。啊，无要紧啦，凊彩讲两句。美姑啊，莫多讲创病啊。啊，哪呢大？伊当大咧吼，阮大公你当大咧啦。阿仁你出来哈。阿梅啊，哎呀，阿梅啊，你来走来遮啦？都咪久哦，甲我报这条路，我一直行，就找到你啊！哎呦，拜托，风高野外真危险啦！无危险啦！哇，较细致啦！你看爱囡仔爹，这么水的所在哦，我大家哦就要带你来。拜托的，我是咧做苦工啦，我错掉才会用做高丁啦，你叫我来佚佗的咧。哦，这会当做足水的高仔丁啊！哎，足趣味的呢。啥？连这你也唔知哦？吼，你是有够高追哦你。高水？无啦，对啦，我是讲你派阿仁行遐远的路，伊拢无甲你靠。才无咧，我哪行哪想，伊参就咧坐船啦，我安尼害一个，伊就困去啊。啊，差一点仔袂记啊，我是来甲你送便当的啦。那好意思咧，还佫互你替我传便当。哎呦，这么水的饭圆啊！紧食。啊。安怎？无好食哦。啊，那规个拢爆瓦萨米啦！瓦萨米对身体足好的啊。啊嘛无人包这么多啦。我就第一个做饭圆啊。啥？啊，你讲你伫行馆做内将，袂晓煮饭哦？啊，无你是做啥？洗衫要扫涂骹。无要紧啦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啦。阿伯，好啊啦，免避啊，紧出来啦。阿伯，
我知影你秘书秘足久的，要是有啥物代志，你会使直接讲啊。是的啊，歹势啦。啊，拄好，我规个假逐个日咧等我后底物件准备互因食啦。啊，我就想讲拢无补咧，毋知想讲来你这顶下什么头乌鸡啊、竹笋啊，等去互因食。我就才讲互你抓着咧。啊，规家伙啊，拢无物件通好食哦。世间哪有这款代志？阿伯，无要紧啦，这顶下来的主人吼是我的朋友啦。啊，你看你需要偌济竹笋哦，家己去学啦，尽量无要紧吼。谢实嘞哦。真实嘞，对啦。来，这吼你摕转去用。无啦，无配用的咯，配用的咯。啊，你安尼遮慷慨，叫我安尼竹笋啊随便家己学，我就真感谢你啊！我哪会阁收你的钱啦？无要紧啦，摕转去厝用啦，免客气啦，摕去啦，摕去啦，哦，摕去啦。不要紧啦。多谢，真多谢。你应该讲是阮规家家的活菩萨，活圣仙。请问你毋知贵姓大名吼？这无重要啦，你免知影啦。紧啦，紧去学竹笋，无要紧。安尼吼，多谢我来去吼。啊，你来来我经验看。亲像你遮尔啊慷慨、都好心的人，我是第一个看到啦。观音妈，请你保庇，请你保庇这位大仙灵，请你保庇老天顶都赶紧搁出现啊！袂用的，我袂用伫遮等，我要出去找，我要想办法，一定要找到伊，问一个清楚嘞。我啥？大仙灵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我拄要去找你，你就来啊！你也毋知我住倒，你要倒找我啦？我讲吼，要甲你炸药来，一定会甲你炸来啦。毋是药仔的代志啦，大仙灵，我是想要问你，这个药配你是为倒位来？这个药配，就是顶摆啊，顶摆你互我足侪钱，啊，都伫内底啊。哦，是毋是这个药配，甲你找真侪麻烦？啊，阵若是安尼，真歹势。毋是啦，我知影你一向是嫁好济品的，我只是想要知影，这个药配你到底是为倒位来？我是为日本行馆内面摕出来。我的行馆。是啦，这间日本行馆听讲是日本皇族的人才会用得大。最近有一个日本的青龙的查某囝拄好来台湾做访问，我想可能是住在内面。青王的查某囝。老三，那是安怎吼？无啦，我是想讲，你予我遐济贵重的物件，我哪会好意思啦？这无算啥啦，你吼，甲这药吼，饮怎的，按时间啉啦，好我保养身体较要紧。对啦，后摆阵若需要斗相共的所在，你直接就去龙山寺边仔已经七彩糕仔店找个店头家就使。
关系到大好民众，甲防助民主的问题，你知无？係。这么暗嘛，你搁咧无闲啥？啊，有人订吼，10几个股仔丁啦，讲明仔载店开无要用的啦，啊，来赶互人才会用的啊。我来给你斗相共。哎，唔得，这你袂晓做啦。啊，你甲我教，我会晓嘛。安尼歹势啦，你住阮遮来替阿仁做任务，啊，搁来煮饭阮食，啊，即摆来做这款粗工，连要出去吼，讲阮比迄个日本行馆的主管啊，搁较苦道理，安尼就歹听咧。真袂咧，你相信无？伫恁遮几工，是我一生中上快乐的日子，我都亲像一只飞出来的鸟啊，只自由。我有时看你吼，根本就无参照日本行馆内面的内情，都参照香港内面吼。二哥，啊，你输到身体有好无？迄日本警察吼，伫外口咧乱扫啦，无人敢出来买肉粽，身体变哪会好？我是警察。走，日本警察超到遮来啊呢？免啦，我入去看阿仁有读过无哈？你免啦哈。青菜瓜汤店，上小弟，我就是啦，我是铁兵啊，啊，唔知台上有啥物指教吼？这两工店内敢有竞争？台上，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厝边隔壁有人咧讲，伊这糕点店最近有一个市运查某咧出入，行动真可疑。啊，来阮糕仔丁店的人客哦，实在是真多啦，无啥物印象咧。对啦，大林啊，啊发生什么代志，咱规棚拢找出来哈。搞笑！哎，等，大姨啦，阮是清清白白咧做生意，无啥物好吃的啦，对无？戒严期间，为着大家安全，详细所查是必要的。我搞笑笑，嗨！等，这间哦，我看到免车啦。笑！好啦，大姨啦，这间房间哦是我刚看的含囡仔困的房间啦，内面哦真是无啥啦。叫你闪你就闪哦！囡仔咧困，连要去吵起来，靠规暝拢袂停啦。对啊，囡仔互恁吵起来，刚才你先甲抱转啊困呢。你是讲你调度啥啊？行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先啦，哦，我是讲你也无啊讲较巧咧，原来是大目新娘哦，你弄着走。苏里马塞，好啦，莫叫啦，迄小滚滚连要去忝甲咧碰拍。阿梅啊，啊你七早八早是咧煮啥啦？啊？我伫咧煮米奶，互婴仔啉咯。煮米奶？来，我。那一定较麻烦啦。啊你即摆伫遮做年务，啊你家己有啉，你后钱啉就好啊。我免人啉啦。你无啉，啊无打这啥？啊？你嘛有啉啊？啊无，你饲。你敢若还袂顺车呢？迄自澎湖开天以来啊，我嘛是查某人咧饲奶的，迄查甫人是要怎饲啦？我白汤哪有啉？好啊，蓝咪姑啊，啊你若一点仔常识都无啦，阿妹也无想要囡仔先要有啉啦。要哪有可能啦？
迄张警察来遮抄的时阵，我就看伊规纸碰纸下人输咧当。你是我无影。你看，你是有够无相信的啦！我无相信，袂用，安尼我不服。我问阿清楚，你看，阿梅啊，你就免歹势嘛，对无？这查某人有灵哦，是天生自然的啊。你若讲你无灵，啊无你这是啥物？来甲你讲看嘛，是阮大讲我无相信，还是阮大家己无底线？我话你耍耍钱，你看啊，讲到你办咯，喙手就拍干啦，莫多高高甜啦。哦，我有代志要问阿梅啊。阿梅，我问你，昨来迄阵人是来找你的是？啊，准若毋是来找你的，你就无需要配合，敢毋是？我毋对啦，伊是来找我的。多谢你替我解围。那是当然的啦，我当然阻止因甲你掠转去苦毒啊。对啦对啦，吼，啊搁有啦，昨迄个带头的啊，结果歹得遐尼粗啦，看了够突然的啦。是毋是你讲迄个什么新来主管？哎，你免惊啦，我讲，你吼胆遮大啦，有啥物代志哦，我甲阮大甲你停掉的，吼。是啦。看这个情形，我袂用搁留踮遮，应该是我会离开的时阵。而且我欠你的钱嘛还甲差不多啊，敢毋是咧？哎，阿妹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叫你吼趁钱啊，拄上是甲你滚耍笑的啦。即马你袂当走啦，啊人啊吼念你念我安的了，唉，啊你甲看嘛咱三个啦。安尼做伙吼，敢若幸福的家庭同款。虽然你煮的菜吼，我有当时吞无啥会落啦，但是，即句当作无听着啦。阿妹啊，莫安尼啦，你甲想看卖啊咧。你离阮遮做年母，你搁安怎算吼？就比起一本行管领做查某更较好啊，对无？啊，毋过因既然已经找我遮来啊，假使以后若是3工2工，就来遮搜查，安尼会去搅扰着恁的生活。哦，这啊，这你就免考虑啊啦。啊，亲像你安尼一个查某人，阮阵也无办法甲你保护，阮算啥物查甫囝咧？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有影有影。我看我是无走袂用志啦，啊，毋干若是为着恁啦，啊，主要是因为我还阁有其他的代志要办。哦，安尼啊，啊，既然安尼吼，啊，阮嘛无甲你勉强啦，啊，是讲你甲有所在通去是？哦，我打高岗遐哦，有一个亲情，我会当去找伊啦。哦，有亲情有当去就好啦。会着阿妹啊，你毋通搁走去日本行管遐吼，互苦毒，你讨皮条哦。对啦，灶骹哦，还阁有米奶啦吼，你等一下甲试。阿仁哦，足早哦就精神哦，应该还袂困吧？你等一下甲试，试完了哦，会当按伊阁困一下。我知啦。多谢恁甲我收留，这几工我过甲足快乐、足幸福的，嘛互我体会到温暖的人情味。毋通安尼讲啦，啊，其实哦，阮也无替你做啥。啊，毋过我的感受确实足深的，对你的身躯顶，我嘛学着真济，亲像要安怎拍肉粽，要安怎做锅仔丁，甚至讲要安怎去帮助艰苦的人。我会永远怀念你这个幼咪咪、碰皮的你。再见啦。再见啦。孙家，孙家诶。咱阿仁哦，还阁缀咱两个粗骹动手的查甫人。对吼，啊，
哎，身躯一身钱都无，一片落下讲啦。阿边啦，哎，紧来抱，紧来抱，哦我来去接，想讲摕一寡钱回。阿妹啊，阿妹啊，阿妹啊！阿仁啊，提钱给恁姨母哦。看放着。哦，淡薄落。我叫你吃就吃，站住！站住！大人，我有假啦！干嘛去吃？大人，我想吃麦乐鸡啦！你们甲我从小都会使啊，我以后就敢使啦！别讲咯，你即马马上给我吃咯，啊若无，我你赶做到袂晓。今日阮啊收起来，你是民警察，应该是爱保护人民的安全，互百姓方便。想不到，你竟然伫咧街仔路欺负一个软脚的查某囡仔，你实在是我足失望的啊！你是咧管什么样事啊？哈！这个查某伫咧街路后边泼水，泼着我的狗，害我狗惊到闪着，搁错赛，我当你叫伊食落啊！就因为你的狗，互伊泼着水，你就要叫伊食狗屎。拄着你这款的警察，敢讲真正是人比狗搁较不如？我就讲你这个贱民比狗较不如，安怎？今摆日本政府对台湾是采取亲台的政策，应该以和平、佮亲善的态度来对待台湾人民。啊，毋过恁今摆所作所为是完全违背了政府的政策。你这个臭查某，讲到哪有影？你若伤假，我连你做伙讲惨话啊！你敢放开啦！你实在是太过分啦！我若毋是亲目睭看到，我唔相信呢。我转去，一定要甲你扬班啦！扬班！阿叔，给放开！放开！其实公布你嘛，我，你是迄边你猜无？真正我袂来你呐！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是迄边你猜无？真正我袂来你呐！什么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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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讲，我来想我，还你想我惊吓，真实嘞。无代志啊，好。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啊！迄两个警察真正是伤超过啊啦！你马上停报警察厅，将恁两个记过降职，严加处分。我会啦，我一定严加处分。小王爹，小王爹，闪开！哎！有哥，我找你找足辛苦，你知无？你即马会当倒遐转去也袂？有哥，我叫你倒遐转去好无？你失踪这几工哦，我真正要起笑，你知无？你跟林心管你我这外哦。死下多呢。哎呀，去啥？我无代志啦。你看我，毋是好好的。我讲无代志，若毋是我赶到位哦，你早叫警察当作犯人抓去啊！有这个代志？什么人敢抓我的妹妹？是迄两个警察太可恶啊，欺负百姓，实在不应该。姚科长，你着爱想看嘛，你的面也无写喜妹啊，人甲你当作普通人啊，对无？我要去啥？家姐哦，我有出去行一转，才互我知影，咱官方是安怎咧欺负百姓，台湾的百姓又搁是安怎咧受苦。因只不过是咱日本国的上面尔，
你当钱要创啥呢？小明嘛是人啊，头要他练家，敢讲你的心肝内一点仔自卑都无？在我认为，一个人的心中，若是无自卑、无爱心，迄才是下顶的人啊！大家吼，伊安尼讲，迄嘛是为着你好啊，你听伊的话就对啦吼。哦。我这忝的，想要休困，你搁入来咧创啥啦？你还袂甲我讲，这工你拢住喺对，甲啥物拢做伙？这敢有重要？当然重要。你是毋甲有人会聊天顶做伙？我毋知影你咧讲啥。你是怎样？现我嘛着插头，就是聊天顶做伙。我嘛真怀疑，是甲你带走的。无这款代志，你莫后袂讲啦。你到底是走去倒位啦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我无想要甲你讲。你哪会使讲一句事事就准拄煞咧？你会知影，杭州人是袂当随便出宫，你知无？所以我要甲你提醒，你安尼偷偷出宫，是犯了杭州的规矩，你知无？你莫甲我讲啥物规矩啦！我对杭州的规矩已经无法度忍受啊！倒对洪辉来讲，自从伊嫁予洪太祖了后，敢若出宫3届，一届是伊结婚的时阵，一届是伊生囝的时阵，最后一届是洪太祖登基的时阵。就连伊家己的老爸死去，伊都无法度转去。我问你，这种袂使出宫的规矩，敢有人情？敢袂伤残忍上？我甲你讲，我无爱我的人生过到这尔可怜啊！晓讲，唔通乱讲话，若是叫人听到，心伤体痛的。问他人到什么时阵，才会当加了解我一寡？我想要安静，好无？因为大仙人讲，约克已经来台湾啊，就住伫头前迄个行馆内底。约克，我的心肝查某囝，已经20年，我逐工伫想的拢是你，我总想要看到你的。我的心肝查某囝，起码应该都伫内底。大门关到遐尼严，我嘛无法度入去啊！土地公伯，而且是借我久一个，我无法度入去。啊，毋过。我查某囝，伊总是会出来。我就伫遮等到见迄一面，我心也甘愿。哎呦，哪里去哭啊？阿仁，乖哈，乖哈，唔通哭哈，爸爸笑，爸爸笑哈，乖。
那是安怎啦？我有弄就听伊咧哭啊啦。我知，我就看起阿母带招，啊，你一直哭安尼，哦，乖吼。阿姊来，阿姊来，哦呀，阿姊笑，阿姊笑。哎呀，袂用的啦，啊抱也袂用的啦，拍个也袂用的，倒也袂用的啦，啊，就安尼哭袂停啦，毋知要安怎好啦。对啊，阿姊哦，敢会哭我要找你母啊？好啦，唔通哭，唔通搁哭吼，阿姊笑，我来啦。哎呦，唔捌哭到安尼呢。哦，乖吼。哦，摇甲日头要落山，啊抱囝金看，囝是阮心肝。困，一暝大一寸，笑，一暝大一笑。困，一暝大一寸，笑，一暝大一笑。起来啦！你下囡仔困，下甲你家己困去哦。我讲甲你袂喘。才拄叫阿仁扶到头巴肚。大啊，阿妹啊，这个年母内底咧吼，咱就免再吵啊。莫搁去想阿妹啊啦，伊袂搁倒转来啦。伊根本就毋是日本行馆内面的内将，啊，无是啥？伊是日本皇族内面的姫妹。啥物是姫妹？就公主啊。哦，公主。较细声的啦，你甲阿仁搁吵去啦。哦。